根據上新的驗證時間，目前每3分48秒就有一個人得到驗證，得驗的時間比過去提早14秒。因此，在新的一檔，市府衛生局嘛特別推出一馬當先健康篩檢的活動。上午由着副秘書長徐建林代表市長，以及衛生局長佮着儕位的醫療院所代表，共同主持大禮包的啟動。其實，在我們台灣呢，我們的這個公共衛生一直都非常的重視預防保健，所以我們希望在疾病能夠因為我們的篩檢而及早發現，所以呢，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篩檢計劃。那我們希望搭配這個年齡層來提醒我們的民眾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們是從30歲。只要你能夠做抹片檢查，40歲的民眾做成人預防保健，45歲呢做乳房的 X 光篩檢，50歲做大腸癌、胃癌的篩檢，以及我們65歲呢，我們可以來做長者內在能力的一個檢測。那透過今天這樣的活動，只要我們的這些剛好是足歲的民眾呢，能夠加入我們今天這個活動的話，那麼就可以呢獲得這個300塊的禮券。那麼今天所有來現場的朋友呢，我們都鼓勵大家，只要是符合這些年齡層，都可以一起來篩檢。現場提供子宮頸抹片、乳房 X 光的攝影、大腸癌的篩檢等服務，民眾參與熱烈，上午完成篩檢的就超過250人次。其中台南市診所協會理事長林世敦嘛表示，雖然台南市在大腸癌的篩檢率比全國平均更高，不過相對的死亡率嘛高於全國。理事長認為，有可能是甲篩檢的年齡較高，如果會用降低篩檢的年齡，對着死亡率會用大幅度來減少。台南市在去年的這個資料哈，我們大腸癌篩檢的涵蓋率是高於全台灣的平均值。好，我們涵蓋率有達到35.66，比全台灣的平均值是還高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但是在這個涵蓋率之下呢，很奇特的是，我們台南市大腸癌的死亡率也是高於全台灣平均值。這是顯現說，可能台南市民在做大腸癌篩的年紀是偏比較大的，他等到他年紀比較大、比較嚴重的時候才再來做大腸癌篩，所以雖然已經篩檢出來了，但是它死亡率其實降不下來。那現在透過我們現在大規模的來做大腸癌篩，配合政府的深耕計劃來做的話，我們期望要把這個大腸癌篩的涵蓋率從35.6%提升到60%。這個在數據上，只要提升到60%的話，就能有效降低我們大腸癌的死亡率。市府今年特別針對5大族群，對30歲到65歲之間推出專屬的健康大禮包的篩檢活動。民眾對今日起到2月28，只要符合指定的年齡，完成篩檢，並且照規定來登記，就會得到300塊的禮券，鼓勵民眾踴躍來參與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